礼拜论的情势哦，搁真紧张，大家拢去接侨胞回国。中国政府嘛进行2届的撤侨，有一个讲伊是台湾民众的查甫人，最近接受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的访问哦，讲伊认同祖国是中国。咱的外交部是批评讲，伫这款紧急事件查这款议题，就是为着要统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最近升级，各国拢对黎巴嫩来撤侨。中国政府的2批撤侨行动内面，包括一个家己讲是台湾民众的查甫人，接受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访问，大声喊讲认同祖国是中国。一个 identity 一起撤，对 ，Chinese identity 撤。之前我就知道 motherland， 我们 motherland 就是中国。根据了解，这个写作的确实是咱国的国人，但是你伫黎巴嫩的期间并无和驻处来联络，嘛毋是咱外交部进前掌握在中国货轮撤离的台湾人。外交部批评中方是用撤侨的紧急时阵，搁在做统战。以哈战争发生后，部分在以色列的中国侨民也曾探寻搭乘我国撤侨专机的可能性，而我方基于人道救援无国界的普世价值，表达同意。然而，中国却借由协助我国人离开黎巴嫩，炒作祖国议题，实为意图矮化我国家地位的统战目的。而且拄到总统大清德，但出以年纪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无可能是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的论述。中国官方一直无相关回应，学者认为讲，中国是无法度正面来反驳，则透过文攻来做人敌战。不管是透过特定的这种所谓 KOL 艺人，甚至有可能是特定的这种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去表达或者是质疑所谓中华民国的存在。我相信接下来这种无孔不入的做法只会更强。学者分析，进前中国国庆的期间，包括亲像本土艺人阿吉拉嘛，第一摆录影片来恭喜，讲中国是祖国。中国统战洋邦无限台湾的演艺人员，也是一般的民众，目的就是希望来分化台湾社会。记者综合报道。